啊，阮看到这个新住民呢，姊妹20-30年来，拢为咱讲的就是外籍的新娘变成老娘了。NGO 专家甲学生以下世代、下领域的观点，切入当代社会议题，大家互相顶功夫。看节目嘛，顺续学台语新词。头起先就来介绍今仔日的参赛者。大家好，我是南洋台湾姊妹会秘书长陈雪慧。南洋台湾姊妹会呢，是服务为东南亚来台湾结婚的外国人的一个团体。所以，阮关心的是，譬如讲最近刚通过的新住民基本法，阮嘛关心这移民的姊妹伫台湾拄到的困难，因有啥物权益，有啥物法令会当甲因帮助。因为姊妹会呢，关心的就是东南亚来台湾的外国人，所以阮即马协会内底呢，常常会看到来自越南、印尼、泰国、缅甸、柬埔寨，还是菲律宾的姊妹。阮办活动也是办工作坊的时阵，常常因呢带着因的囡仔吼来姊妹会活动，是一个真温暖的大家庭。听讲我即摆比赛对手是一个做到讲台语的大学生，其实我有一点仔紧张，真烦恼会互姊妹会无面子哦。你要替我加油无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拿出你的魄力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大家好，我是大福，大丰国幸福的大福。即嘛是师大公电工程系4年啊，嘛双主修台湾基本学科。原本我的台语是会晓听，毋过讲甲调调。伫个台文系老师的指导以下，我才甲规个台语学起来。因为家己科学的背景嘛受到蔡安丽老师的影响，我希望会当用台语来讲科学。伫个即届 PK 进前，我有准备一寡定义甲看迄个题目，希望等下袂讲毋对去。今仔日的参赛者看起来准备甲真齐全，到底输赢的结果如何？进入比赛之前，先来看双方介绍因在等咯。因为旧年是阮20周年，所以阮为着20周年有做这个纪念品。然后这个包包顶面印的这个字，叫做姊妹卖冬瓜，但是伊是一个泰文的脉动歌，是咱中文的叫做唔免惊，意思就是讲，因为较远的所在国家过来台湾，一个人来然后伫台湾生活会拄到种种的困难，但是唔免惊。今仔日我准备的单路是这四首啊，因为阮阿嬷是大稻埕人，我嘛常常去大稻埕遐踅过，对。我本来想讲，哇，大稻埕安尼，我爱准备一块布，不过一块布敢若唔知影安怎用，所以我就准备这四首啊，嘛是好食个好趣味。参赛者需要进行3个关卡，第一关是国中会考、社会科的公马题。唔知影这个题目，大家敢有法度正确回答？台湾民众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时，通透过注意方式来降低感染风险。但是签证过期要留伫台湾的人，却无法度注疫苗，感染了后，可能嘛无通得到适当的医疗服务，甚至危害到因的性命安全。所以有民间团体呼吁政府应该将这个人纳入公费疫苗注射的对象。买手，政府应防疫需求甲风险控管，伫国内疫苗充足的情形，以专案方式替这个人注疫苗。请问这个民间团体呼吁蕴含下面倒一个观点 ：A. 公民参政权应该受重视。B. 政府应该得到人民定期的授权。C. 基本人权应该受到普遍性保障。D. 国家权利应该受制衡，较免胡乱使用。哇，因答案是 C， 基本人权应该受到普遍性的保障，因为就是人权应该是无分你是啥物国家，还是啥物族群，还是啥物年岁。就算你是外国人，应该嘛受到这基本人权的保障，所以伫咧有疫情的时阵，
就是伫咧咱国家台湾人已经拢有疫苗的状况下，应该嘛爱互即寡外国人有这疫苗来注射，安尼较安全。用煞牌台语报新闻，念着随替你修正。关系到广大的公台婚姻新住民囡仔，佮有移工的新住民基本法，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内政委员会顶礼拜初审通过，委员会阁要求行政院版本第21送立法院审议合并案，调野协商。台湾移工联盟等团体今仔日去到行政院外陈情，希望主管移民政策、新住民权益的负责单位应该是行政院立级单位。这若无这部基本法，只是空法。高雄有一名卖厝中人为着增加观看数，伫面册刊出有女子相片的下国婚姻广告，虽然成功增加观看人数，却违反列出国家移民法规定，下国婚姻媒合袂当刊广告，要罚10万块。移民署高雄专青队表示，专青队下国婚姻袂当广告，嘛袂使透过亲戚朋友介绍，想要了解相关信息，会当去移民署网站查35间合法的媒合团体。我要补充，我家己讲补充。其实早期开始有这个下国婚姻就是20-30年前，就常常看到，就是有人会伫槟榔搭啦，还是讲伫因兜的老仔厝外口啊，就用一个看板写讲越南新娘20万，吼包生包厝女，吼还是讲等等这个广告但是这个广告的内容拢，互人感觉讲，介伤甲因当做一个商品咧卖，吼20万、30万，所以阮就去甲政府倡议的台语来讲，倡议吼甲政府甲立法委员讲，袂当安尼广告，吼，所以阮就伫即个立出局甲移民法内底修正一个条文，讲若是广告会罚钱。用台语贴明当代社会议题，落后者平台上每一届机会。好，哇，这是新住民基本法。新住民基本法是足新的一个法律，是7月时阵才通过的。伊的有几落的重点，就是第一个，伊甲对新住民的定义扩大，这个法律有保障新住民甲伊的囝。第二个是，就是立法院应该伫咧内政部有一个专门处理新住民代志的3级行政机关。搁有就是伫咧县市政府嘛，应该要有新住民家庭服务处。所来是。政府应该每5年就爱调查一摆，搁有设计所来的计划，嘛应该要有一个新住民发展奖金，就是搁会互新住民的几寡新住民还是新住民的囡仔有机会。上尾一个是新住民的媒体运用权，就是咱应该鼓励大家用新住民的语言来做媒体。广告还是影片，嘛应该互因补助，还是奖金，互新住民会使用家己的语言来去了解讲台湾发生什么代志。太棒了！我应该邀请你来姊妹会用台语，咱来讲新住民基本法，因为新住民足侪权益，甲因的厝里的人嘛是有一寡关系，吼。所以表示你真正做足侪功课诶。我感觉今仔日我的对手
伊对新住民的议题做了解，所以我输予伊，我感觉真欢喜啊！感谢。今仔日真欢喜有机会来节目中，甲大家讨论新住民的议题。因为新住民伫台湾，为过去20-30年前，开始有人陆续来到台湾，即马嘛60万啊吼啊，包括因的囡仔100万，逐年拢咧增加当中。啊，阮看到这个新住民的姊妹，其实因伫台湾的家庭真辛苦吼，因过来的时阵就爱大家打官照顾啊，照顾先生，啊，搁爱生囡仔吼，啊，若厝里有需要，伊爱去上班。我看到因安尼20-30年来，拢为咱讲的就是外籍的新娘变成老娘了。我希望因的付出会当得到咱台湾社会肯定，吼，大家会当看到讲新住民伫台湾是做认真拍拼咧生活，因的各项的权益，咱应该爱重视，咱应该爱甲伊尊重。NGO 创啥物？